目前咱台灣是淡水期，苗栗的永和山水庫水位是繼續在降，新竹的寶瑞水庫這欠水率是無到3成。水利署嘛表示，今年春雨較少，已經啟動水資源的跨區調度，會閣檢討對變動。水位一直降，苗栗縣永和山水庫今16早起11點，有效調水量是1364.4萬立方公尺，調水率干那45.5%。甚至有人翕到親像新店共款的邊漢流出水面，有人煩惱自控制年100年大旱會閣出現。會擔心啊？怎麼說？因為之前不知道幾年前不是有一次全台幾乎都缺水，我們很擔心那種現象又再一次發生。那個缺水的話，對我們民生非常的不方便。不擔心啊？怎麼說？梅雨季還沒來啊。對，還好了，還好。苗栗地區目前水情狀況是正常的哈，還是藍燈。那目前供水無虞，那當然還是呼籲大家節約用水。自來水公司講，苗栗供水無問題，不過北邊新竹地區寶山水庫調水量已經降到22.2%，寶智水庫也量超過3成。水情地區由水情提醒綠燈轉做夜間檢供水黃燈。地區管理局已經要求各廠商強化用水管控。這個黃燈的警戒，也必須就是限制一些不必要的一個用水，譬如說澆灌啊、沖洗外牆啊、沖洗街道水溝等等。今日仁義潭南塘水庫調水率也攏在4成以下，水利署嚴格控管兩個水庫，每日10萬立方公尺出水量，佮啟動跨區調度機制穩定供水。李站門烏山頭水庫、北港線甲雲林河川水庫，每日支援71萬立方公尺水源。因為確實春雨降得比較少，所以我們一些農業的加強灌溉措施，還有我們各用水，包括產業用水跟民生用水的節水措施，我們一定要來加強。水利署強調，目前水情依然維持正常，不過今年淡水期落雨較少，經濟部雜誌已經成立旱災應變小組，會繼續滾動檢討因應措施，確保民生甲產業用水的穩定。記者綜合報道。